水个好，古请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来研究几句啊，对龙川时代流传到今，甲食食有牵连的俗语话。头一句，咱来讲一粒田螺九碗汤。有的朋友毋捌听过，你讲甘蔗咸，一粒田螺有才条煮九碗汤。有的已经接听就知影讲吼，龙泉汤无粒，就是龙泉时代食食较客欠，才有法度写即个话出来。当然，国情头拄仔咧讲，虽然有较咸啦。袂输敢若讲咧去嫌迄个煮食的，咧去嫌迄个总铺师，咧去嫌迄个踮咱兜换厨房做老母的吼，实在毋是啦。人另外一句话咧讲，做了狗毋是新妇狗，啊，都有影下有影欠你，甲遮有牵连的俗语。头一句，一粒田螺九碗汤。第二句，咱话来讲，莫食遮歹啦，莫安尼吼，无啥粒拢全汤啦，咱食一个较青草的啦，结果无人食啦。讲食鸡我鸡，食鸭我鸭，那即句安怎样解说？真简单啊！你若食着鸡，就讲鸡的话；食着鸭，就讲鸭的话。现代人就咧讲，就是食西瓜挖大饼啦。对，那食着咧看布袋的朋友，你就知布袋戏内底即些红仔夹出来，这毋是乌刀的，嘛毋是白刀的，啊无啥物刀，煞毋知影着朴刀的。乌的甲白搅搅的变朴刀的，意思就是讲，这无立场的啦。一边面讲乌道的话，咧巴结乌道的；另外一边面啊，当着白道，哇，面落来讲无共款角度，拢总惊讲要扶白道的。这就是食鸡我鸡，食鸭我鸭，清楚的情形嘛，无毋对。古早的俗语真艺术吼。过来第三句，我互你摇一款头路，这原来甲食食有牵连哦。拢总5年尔，我伫台里大书店内底编着一句俗语，讲青见识无分。国情啊，若甲食食有牵连。就互咱要总破西啊！你无毋对，台里大书店内底个解说讲吼，斗煮食，毋过吼无通得着人招待食一顿啊粗饱的啊，有影啦，有真侪好康，有真侪汤头，有真侪梨头，你徛伫边仔看，拢嘛是青见识无分。总破西就是安尼，鸡也好，鸭也好，青掠来料理好，剁沙沙咧，真正芳上刀啊！你无通有迄个阳光，甚至讲无通有迄个条件，硬一底仔来食啦。用俗语食食来比拼，事实嘛是咧应用世间的百